喺近日娛樂圈嘅話題裏邊呢，姜濤同嚴明熙嘅世紀同台無疑就係成為咗社群最熱烈嘅討論焦點之一啦。發出強烈嘅化學反應，俾觀眾同網民呢都忍唔住瘋狂咁樣去截圖重播或者係進行二次創作。咁我先講一下呢社群嘅反應係點啦。演出當晚呢，共用一支咪心情對望幾乎呢係一瞬間就成為咗關鍵字成為咗討論區同埋社交平台如雨後春筍咁樣係湧現咗大量嘅貼文。有粉絲形容兩個人之間嘅互動就好似偶像劇咁樣，亦都有人呢係喺度話：哇！呢個畫面嗰個甜度係超標添。好啦，咁值得注意嘅就係呢，粉絲文化喺呢一次事件裏邊呢，就展現出極高嘅參與度。部分嘅呢個姜糖呢，一開始或者都會帶住一啲保護偶像嘅心態，但係隨住演出片段嘅流出呢，態度逐漸就轉為開放啦，甚至到開始欣賞兩個人嘅聲線融合同埋舞台嘅默契。而嚴明熙嘅支持者呢，更加對偶像能夠同姜濤嘅同台演出係感到驕傲添㗎，認為呢個係實力被認可嘅象徵。雙方嘅粉絲就出現咗一個和平共處嘅現象，甚至乎出現係跨粉圈嘅支持嘅聲音。呢個喺競爭激烈嘅娛樂圈裏邊呢，係非常之罕見㗎。我又再從娛樂嘅效果嚟睇啦。呢一次嘅合作可以講係話題嘅製造機喺短短幾分鐘嘅舞台表演呢，就延伸出無數嘅二次創作嘅影片又有 CP 嘅剪輯、搞笑嘅配音，甚至乎連同一支咪呢個名詞呢都被係做成咗咪咪。呢一種自發性嘅內容擴散對於藝人嚟講，比起任何嘅宣傳嘅方法呢都更加有效，因為佢係嚟自觀眾嘅真實嘅投入，而並非單向嘅輸出噃。好啦，呢兩位歌手嘅個人發展呢一次同台合作之後又有咩影響呢？對於姜濤嚟講，呢一次同台呢，其實係一種形象上邊嘅延伸。過去佢多數都係以人氣王嘅形象示人，但係呢一次佢展現出更加成熟同埋包容嘅一面，願意係同唔同風格嘅歌手合作，亦都係俾對方有一個非常高嘅評價，而有助於佢喺擺脫單一定位向住全能藝人或者係音樂人嘅形象邁進噃。尤其是喺競爭激烈嘅市場裏邊，能夠展現出專業同埋佢嘅氣度，對於長遠嘅發展係絕對會加分嘅。對於嚴明熙嚟講呢，呢一次嘅同台更加就好似係一個升級嘅任務完成咗。佢一直係以實力嚟係唱歌，但係年紀佢仲係好輕啦。過去合作嘅對象多數都係一啲資深嘅歌手或者比較穩重路線嘅藝人，而同姜濤呢一個咁高人氣嘅偶像合作呢，就俾佢係成功咁去打入咗更加廣泛嘅年齡層嘅觀眾市場。同時佢亦都喺舞台上邊嘅淡定同穩定嘅演出呢，亦都俾唔少原本唔熟悉佢嘅觀眾呢留下咗深刻嘅印象，等同於一次非常之成功嘅破圈行動。更加有趣嘅就係兩個人嘅音樂風格其實係好大嘅唔同，反而成為咗最大嘅亮點。姜濤就偏向於比較情感流露啦，偶像魅力嘅呢個強烈，而嚴明熙呢，就係以細膩嘅唱功同埋情緒嘅控制呢係比較擅長。當兩種風格交織在一齊嘅時候呢，就產生咗一種既衝突又和諧嘅效果。咁樣呢，就係俾觀眾感覺到好新鮮。呢個亦都啟示俾樂壇知道呢，跨風格合作唔一定係風險嘅，反而可能創造出係新嘅可能性。從產業嘅角度嚟睇呢，
呢一次嘅同台亦都釋放咗一個信號，市場而家正在期待咧係更加多嘅破界嘅合作。當觀眾已經係習慣咗單一藝人嘅固定形象嘅時候，呢一種嘅意外組合反而更具吸引力噃。無論係電視台又好，唱片公司又好，甚至品牌商都好啦，都可能從中咧係睇到有商機。未來或者會有更多類似嘅跨界配搭嘅合作出現。總括嚟講，姜濤同嚴明熙嘅首次同台，唔單止係一次成功嘅舞台表演，更係一群社群狂歡同埋咧係形象升級嘅雙贏局面。佢證明咗喺娛樂產業裏邊，化學反應往往係比完美嘅計算咧係更加重要。而當觀眾願意為一個一瞬間反覆成為咗討論、創作同埋分享嘅呢一個片段嘅時候，咁呢一個瞬間嘅片段就已經係超越咗表演嘅本身啦，而成為咗真正嘅流行文化嘅現象。好，咁我而家又將個鏡頭又喺個舞台再係去拉遠一啲啊！呢一次姜濤同嚴明熙嘅同台合作，其實係唔單止藝人之間嘅化學反應，更係一種呢係精心策劃嘅公司級嘅操作。我唔係陰謀論啦，不過我覺得其實係唔係咁簡單嘅。首先從資源嘅整合角度嚟睇呢，呢一次合作嘅意義係在於跨平台，再加上咧係跨唱片體系嘅結合。姜濤所屬嘅 MakerVille 同嚴明熙目前所屬嘅 Sony Music 咁咧，佢哋咧都係份屬唔同嘅娛樂圈嘅版圖嚟嘅。而家就係升級咗，將電視台同呢個國際唱片公司一個跨界嘅合作，戰略層次咧又高咗一級啦。首先我要從呢個形象管理嘅層面嚟睇，兩間公司顯然咧係有意識咁樣去設計互動嘅噃。例如呢一個共用一支咪啦，呢一種睇好似係隨性嘅舞台嘅安排啊，其實極有可能係經過精心嘅策劃。因為呢一種嘅視覺距離同情緒嘅張力啊，係最容易喺好短嘅時間裏邊去引爆呢個觀眾嘅呢個感受，而且咧係爆發咗社群嘅討論。對於呢個 MakerVille 嚟講咧，呢個係有助於強化姜濤嘅親和力同埋舞台嘅感染力。而對於 Sony Music 呢個嚴明熙嚟講咧，即係俾嚴明熙以一個新階段嘅身份咧，迅速咁樣去進入咗大眾嘅呢個嘅視野，尤其是係姜糖嘅視野，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機會。尤其是係喺佢推出新歌呢個《風裏》之後咧，呢一種咁極度咧係高曝光舞台咧，正好就係成為咗佢宣傳嘅一個延伸啦。再者，喺呢一次合作亦都可比視為嚴明熙咧喺佢轉會去咗呢一個 Sony Music 之後嘅重要嘅一步。咁點解呢？因為佢唔再係以呢個TVB 電視台培養嘅歌手嘅形象啦，而係被定位為一個具備有大中華甚至到國際潛力嘅新生代嘅女星。因此姜濤呢一類擁有強大粉絲基礎同埋市場影響力嘅藝人一齊同佢合作嘅話呢，就能夠迅速咁係放大咗佢嘅曝光嘅層次啦，並且打通咗唔同嘅觀眾嘅呢個圈子。呢一種嘅策略比起單純咁推出新歌咧，係更具有一個叫咩破圈嘅效應。此外呢，平台方譬如好似呢個 ViuTV 喺當中亦都扮演咗關鍵嘅角色。對於節目製作單位嚟講呢，邀請已經係轉投其他唱片公司呢個體系嘅歌手嚟參與呢，某程度上亦都係一種叫做內容嘅升級，代表住佢哋嘅節目唔再只係局限於自己嘅藝人，而係朝向於更加開放多元嘅娛樂舞台嘅發展。
呢個唔單止提升咗節目本身嘅吸引力，亦都俾觀眾咧感受到一種叫做難得一見嘅跨界嘅新鮮感。好，咁而再更深一層嚟睇咧，呢一次合作亦都反映出呢個娛樂公司對於呢一個粉絲經濟嘅新嘅理解。當嚴明熙喺呢一個Sony Music 嘅加盟之後咧，佢嘅市場就唔再只係單一依賴呢個 ViuTV 呢個 TVB 嘅觀眾啦，而係需要更多跨界嘅呢一個嘅曝光咧嚟去擴展佢嘅影響力。而透過同姜濤嘅合作咧，咁成功就吸引咗對方嘅粉絲嘅關注，甚至產生咗正面嘅互動。咁呢一種叫做跨粉圈嘅滲透咧，對於佢嚟講咧係一個新階段發展啦嚟講咧係非常之重要㗎。同時對於姜濤嚟講，亦都能夠藉此去接觸唔同音樂取向嘅聽眾，達到咗係 win-win 雙贏嘅導流嘅效果。好，咁所以最後啊，呢一次嘅幕後操作嘅高明之處係在於升晒呢啦，而唔係會太過張揚。觀眾睇到嘅係一個自然互動同埋舞台嘅魅力，但係實際上背後係嗰個平台內容嘅策劃，以及唱片公司品牌推廣嘅多方嘅配合。當呢啲元素能夠無縫結合嘅時候，最終呈現出嚟嘅就係一場既有娛樂性又具有產業意義嘅精彩合作。好，今日同大家分享就到呢度，大家有咩嘅意見呢？請喺留言區留言。多謝各位收睇。